生这个心等心，所以性叫做道心。那么以下还有一个心，还有一个身，对不对？一般人呢都用这两个在做事，这叫道心，这叫人心，这叫许诺心。你只要用这两个做事的话，你会很痛苦；用这个做事的话，你会很自在。所以这一条线叫做生死线，生死线。往上则生，叫做天堂；往下则死，叫做地狱。所以各位，既然我们求好用，你该用这个自信来当主人，真主人自信很重要。不要用人心，用许肉心，要用道心。所以《心经》有一句话叫做“增长应物，增长德性，常应常见，常清净不应”，有没有？所以一般人应就不见，进就不应。有的人事情很多，他就乱；有的人呢，静下来他就不想做任何事情，这叫常应。你看，我应则不见，静则不应。那一般有人最高境界叫常应常见，他可以应也可以见，这种很高。我看很多的这个机关首长，他的那个行事力啊，一本才一个小时写的，时间很多，但他一点都不乱。所以常应叫做日理万机，常见叫做方寸不乱，最高境界。时间很多，心不乱，就叫日理万机而方寸不乱，就叫常应。所以常清净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，就希望都能够让身干净，让心恭敬，让自信清净。那接着，教大家。